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5斤番薯臭81两，一斤是16两，5斤就是80两，是安怎会臭到81两咧？这代表歹甲无一块好，会使摕来形容物仔也是人。比如讲今仔日去菜市仔买一寡水果，毋过食起来煞无一个好食的，咱就会用你用这句俗语来甲形容，或者是讲某物人的行为，互厝边头尾，见若听到伊的名，大家袂输看到鬼，闪都袂赴啊！因为伊做的代志，互大家袂认同的，名声真正害溜溜啊！以上感谢收听。